根据工厂管理辅导法规定，起伫咧农地违章工厂申请立管的期限是到今年3月20日。若是到迄阵还未申请的，时间到就会放断水断电。到目前为止，全台湾还阁有2万外间的违章工厂还未申请。民间团体就表示，这几冬来已经接到9000件民众检举陈情，呼吁政府就要照品照行，唔通时间到搁跳票。替民众陈情的相片，讲即间起大约20年，中华中医科技公司这几年定去互居民抗议，讲闻到臭味，搁排垃圾水。地方去年认定伊是违章工厂，即阵工厂当伫咧申请纳入管理，像安尼伫咧2016年5月20进前起的农地低污染的违章工厂，全台湾有45000间，毋过简单2万多间有申请纳管，离申请的期限3月20剩无1个月，民间团体呼吁时间到就爱断水电，唔好搁再跳票。现在民进党政府是说不会再开放，可是我们看到农业县立委已经开始在讲说要求要放松农产业群居等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是很难相信会不会这样子的纳管期限又再度被延展。政府伫咧2019年开始修正工厂管理辅导法，开放下当纳入管理。2014年和2019年拢点延，等于是互厂商3届就地合法的机会。不过，即马煞要有一半违章工厂超过2万间，要咧小数搬运去。民间团体讲，今年年底地方选举，即阵有袂少要未纳管的工厂，拢借弱势的名义，要求政府继续偷棒。居民无奈，只好转向民间团体来检举。这2年以来，我们收到了1449件的回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会让所有人都不敢去跟政府检举，反而跟一个民间团体去检举呢？民间团体呼吁行政院落实约束，未偷放纳管的期限，未无期限就地合法，未放令农产业均住地区的认定。同一个时阵，也希望地方政府增加客载人力，因应3月20以后断水电的业务，也替整个产业做总盘点。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